完了，华强北这次彻底完了。首先看一下最新的公告，个人和单位都不允许维修仓储电子产品，而且举报有奖。 同时也会挨家挨户上门检查，无疑是将华强北的电子产品整个产业彻底根除。最近几天，整个行业的人都是人心惶惶的，该回家的已经回家的，该转行的已经转行的，有货的纷纷搬家转移。以前惠阳周边的房价都是高价的，而且供不应求，这几天到处都是退租的、转租的。 很多人直接几万块钱的押金都不要的，房价直接降了2000多，都没人敢住。今年恍恍惚惚的疫情和查获，本来从事手机行业的也没多少，少部分人是抱着打游击的心态应对着，这下全部剔除，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以前全国最大的苹果耳机批发市场惠阳时代大厦直接停业1个月，配合史上最严格的上门清查，华强北和手机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没有一家档口 店铺敢营业的，现在路上的行人都没有几个，甚是凄凉。联华这边家里面的库存也是非常的少，外加手机店回收的一些机器和手机店同行资源共享的一些机器，艰难维持着目前华强北整个行业的寒冬。经过这次的整顿，华强北手机行业算是彻底落幕了。看一下，这是喝扎啤聚会的地方，可以想象出来，当年工友们下班之后来这里3、5瓶，摇骰子，不亦乐乎。而如今呢？ 物是人非，当然，在这个工业园的旁边啊，也是起了很多的很新的建筑啊。这里就是深圳所谓的在发展的新产业 AI 了，这里叫做 AI 小镇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建筑啊，都是非常的雄伟的，而且建造的非常的豪华漂亮。但是从目前的现场来看的话，这种新的产业好像目前在开张的也并不是很多。看到这个新产业园， 它的路上，它的门口也是非常的平静啊，也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啊。楼底下的很多的商铺啊，基本上也是没有开门的状态啊，感觉应该是还没有租出去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没开张的原因。